你好，我来读十路歌，这是潮州的吼，潮州的童谣，念谣啦 ，OK， 念谣 ，OK， 好，为字就是十路歌，十路歌，这是中的吼，这是第一条，吼，第一条，但是伊连变调甲咱差不多啦，所以讲这有变，这有变，有变的就是，譬如讲这本音本调原调是咯，就是台语的咯，音读做咯，它变调了后加一个这小箍仔，这就是对上悬到上低的时阵，就是小箍仔吼，上悬到上低，所以是悬的入声变做低入声，十变做十。咯变做咯，歌也是歌，十路歌，我直接来读一解吼。这变调拢是变调原调，变调原调吼。所以讲，这咯做乖，这就是这咯做。乖，这共字，所以讲这边安尼写安尼 QQ， 写安尼 QQ 的一个 QQ 的这一条，但是看顶一个字才有变调，就是因为伊共调嘛，第一条就是拢共款，所以讲乖也是乖。这看着这变调，就知影讲这就是甲即个共款，就是伊的原调，所以讲是五个字分开念，就是这咯左乖变调，这咯变调，左乖，过来喏咯走。骹批，路路走骹批，三路有米煮，三路有米煮，四路有米炊。四路有米炊，五路葱装。这所在较特别，就是这音毋是这哦，音毋是，因为因的音标原条是写安尼，所以应该爱用即个物件来代替。毋是干那这尔，毋是干那这，咱台湾的是这，可能这条伫个原调会较容易使，就是干那这尔，无这，干那这尔，这就会使读装，但是因爱读装，所以是爱用这毋是这吼，所以讲五个读开分开念是五路葱。装，五路葱装，这是上低的字，五葱装，过来，六路八心灯，但是这变调这变调就变做甲咱差不多，本来是八，安尼这入声无尾溜的入声，变调了后，本来第四条会变第八条，所以讲会变八，就若像咱的台湾的百100箍的百，所以因嘛是八，所以讲这句就是六路八心灯，
变做六罗八心肠，过来分开外字，七七罗七呀呀，哦，所以讲即两个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七甲呀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七变调了后变七，就是呀变调了后变做呀，所以讲即个字读做七罗七呀呀，即无变调，也是读呀。好，过来背罗左曲遮，吼，这嘛甲迄个南部音共款。这第八条，迄入声无尾流的，就爱读做啊，安尼，所以讲即字子伊啊，无尾流遮安尼，所以讲话你分开读是背罗左曲遮，吼，合做伙就是背罗左曲遮，过来九罗九换换，九罗九换换，十罗左大官，十罗左大官，无罗十分有黄读做有黄，吼，这就是客话嘛有诶UNG 啦，吼，黄，吼，无罗十分机，无罗十分机，免通酒有钱，免通酒有钱。哎，我对头开始读一个吼，十路歌，一路做乖乖，二路走骹批，三路有米煮，四路有米炊，五路五长庄，六路八心肠，七路七呀呀，八路左曲遮，九路九换换，十路左大官，无路十分机，免通酒有钱。好，就安尼，好，这第几位就到这。十路歌，好，就安尼，好，拜拜。